蓉姐姐，欢迎大家来到哈克哆瑞咪，赶快准备好，跟着默默、亮亮、点点、小蜜一起来跳舞喽！今天要跳的歌曲叫做《春天來了》，春天来了，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吧！春天來了，春天來了，春天來了。雷公，雷公，雷公。剛剛教的客家話有沒有學起來啊？讓我們再複習一次。春天來了，春天來了，準備哦。客家话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小朋友要记住哦。哈克哆瑞咪，我们下次见。下次见。